大哥，冇幾數啊！嗱，呢次女友翻嚟咧，就發覺咗有個小家伙啊，趴咗入咗呢個鐵籠裏邊啊，不知不覺咁長大咗。咁有咩辦法可以將佢攞翻出嚟咧？嗱，各位粉絲幫手諗辦法得啦！粉絲們幫手想辦法啦嚇！點樣想辦法將佢呢個小家伙出翻嚟啊？一個5加侖嘅盤可以中到一個小家伙啊！咁好嗱，警叔有辦法。夠唔夠日子啊？好似未夠日子係咪？啊！但係冇辦法，依家已經咁啦，試下先。啊！終於有辦法攞出嚟啦！色澤可全，味都夠嚇。但係試下呀，甜唔甜先？都可以，想唔想試下？嗱，過嚟幫手搞埋掂呢一半。